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這個經濟學家怎麼看待樓市。我記得前一陣子經濟學家馬關元他說這個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當時好像是求是發了一篇文章，深夜還是人民日報深夜發了個文章，說這個要阻止居民財產什麼負向循環，對吧？我記得我們當時做了個節目，馬關元也談到了當時他說怎麼樣能夠阻止這個負向循環呢？修復居民的負債表，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馬關元給出的藥方就是房價要穩住，房價要漲。但是我就覺得這個不對，因為很多網友記得。那麼今天馬關元他發了一篇一個視頻，這個視頻他已經修正了他的說法了，我們来一起看一看他說有一個指標暴跌80%，說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信用大遷移。他說如果只選一個指標來觀察中國房地產、中國金融，甚至整個中國經濟發生的變化，馬關元推薦叫新增貸款。這個新增貸款裡面，特別是居民中長期新增貸款，對吧？新增貸款有居民，对吧？居民部門，還有這個企業部門，是吧？這個居民中長期貸款，咱們都知道這實際上最主要的就是房貸嘛。因為這個指標記錄的不只是房貸，更記錄着整個社會的信心、居民的預期以及中國信用流向的變化。他這說的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說毫無疑問，過去20多年，中國信用擴張最大的載體就是基礎實際上是房地產。這個我們以前也說過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你比如說银行，你去银行貸款，对吧？都是抵押房产，要麼抵押土地，這個是最多的。當然了，也有抵押什麼機器的，那些東西反正沒有房子和土地好所以銀行最喜歡你拿房子抵押，你本身的按揭貸款也是房子抵押還有你比如说经营貸，对吧？你比如这個貸那個貸，你都是拿房子抵押，拿地抵押。所以說我們的信用擴張很大程度上是綁在這個土地和房子上的，這就大家就懂一個道理，如果土地和房子在增值，那你這個貸款的額度是不是就增加？因為我們的這個抵押率都是50%一般的不變嘛，或者房子是80%土地是50%，那個是固定的抵押率固定，然後你這個抵押物它在增值的話，那你這個信用不就在擴張嗎？這個道理。而且咱們最主要的是房子和土地，在過去10幾年、20年，房子和土地一直在漲價，所以我们的信用一直在擴張。这就是馬關元說的他說，而今天居民中長期貸款的斷崖式下降，不僅意味着房地產和居民財富週期的變化，更意味着中國信用正在發生一場歷史性的大遷移。他說，居民中長期貸款大頭是居民住房按揭貸款，因此它是觀察房地產需求、居民加槓桿意願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好，他就開始列數字了那麼這個數最高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最高點是2021年，不用說了2021年居民中長期貸款新增，就是那一年多了6.08萬億，達到歷史最高峰。從那一年開始就一路下滑，2022年掉到了2.75萬億，這就是斷崖式下跌從6萬億到2.75萬億。2023年掉到了2.55萬億，2024年掉到了2萬億，2025年掉到了1.28万億。你看從6.08万億掉到2025年的1.28萬億，少了將近5萬億居民按揭貸款買房的少了5萬億，這還不算狠。最狠的是今年上半年前6個月，居民中長期貸款一年過了一半了中長期貸款才增加2200億。如果下半年也是2200億的話，那今年整個的居民中長期貸款都不到5000億去年還1.28萬億這個數字讓馬關元叫驚掉了下巴，所以他就不再鼓吹什麼樓市企穩，什麼1線2線企穩了，因為他知道了這個數說明問題了，什麼企穩的都是假象。你想今年整個上半年一共居民的按揭貸款只增加2200億這都是2021年的時候都只是個零頭都是可以抹掉的。
短短5年左右的時間，居民中长期貸款從歷史高點暴跌接近80%、90%啊！這背後到底反映了什麼？馬國元老師也就開始疑問了啊。他說，居民中長期貸款的下降，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居民住房貸款需求的大幅下降。最直观的意義就是居民加槓桿買房的時代基本結束了。這裡面有2個意思啊，我給大家解釋一下。第一個，我們可以說啊，今年上半年這個小陽春是真的。那小陽春真的，那就說明大家都是全款買房，不願意貸款，不加槓桿，全款買房。那馬國元他也就知道了，你接下来是什麼？接下來只會暴跌啊！因为谁对吧？全款買房的人哪有那么多啊？大家明白嗎？能買的现在都買了啊，後面恐怕全款買不了了。你除非是按揭貸款，但是現在大家都不願意加槓桿，所以這個小陽春呢，那是一種透支。假設是小陽春的話啊，第二個說明什麼呢？第二個說明啊，如果是大家都不加槓桿，說明現在大家都已經想明白了，是吧？該買房的都已經買過了，剩下的人都是不買房的，沒打算買房。也就不管是哪種情況啊，未來這個樓市它都會低迷，不管房價漲啊跌，反正交易肯定是低迷。馬國元說啊，他說最直觀的意義，居民加槓桿買房的時代基本結束了。這是馬國元說的啊，加槓桿買房的時代結束。那我們換種說法，那是不是不加槓桿買房的時代開始嗎？其實不是啊，因為不加槓桿買房，你沒幾個人買得起啊，能買起都買得了，對不對？已經買過了。你說你300萬一套的房子在北京老破小，300萬一套，該買的都買了，剩下的人他也拿不出300萬了。馬國元說啊，但又不僅僅如此，因為居民中長期貸款既是中國房地產的晴雨表，更是中國居民信用擴張的晴雨表。過去當房價上漲的時候，房子越來越值錢，居民擁有的抵押資產不斷升值，銀行願意放貸，居民也願意貸款買房。居民貸款越多，房地產銷售越好，房地產銷售越好，房價越上漲，房價上漲以後又進一步刺激居民繼續貸款買房，房地產房貸和房價之間形成了一個不斷強化的正循環。這個就是信用不斷擴張啊，對吧？我們手上的房子在升值，讓你拿到銀行抵押，你貸出更多的錢，比如說做生意，對吧？經濟在往上走，大家房子還在漲，所以又去買房，房價又在漲，這是一個正向循環。這個信譽在不斷的擴張，它是基於房子和土地的。那好了，馬國元說啊，2016年到2021年，中國房地產經歷的本質上就是一個房價帶動信用擴張，信用擴張再推動房價上漲的一個過程。但是今天這個循環徹底結束了，居民中長期貸款從1年新增6萬億下降到了1萬億左右，今年上半年更是只有2200億元。房價驅動中國居民信用擴張的時代正在走向結束。現在出現的是完全相反的循環，說房價越往下跌，居民越不願意買房，居民越不願意買房，新增房貸就越少，新增房貸越少，房地產市場恢復就越困難，然後你再拿房子去抵押貸款就越少，對吧？這是信用在收縮，它不是在擴張，因為你房子貶值了。你以前那房子你貸款只能貸800萬，現在你那房子貸款只能貸出500萬，信用一下就少300萬啊，就這麼簡單。那就是這就是在整個的經濟在收縮啊。但是啊，他說居民中長期貸款下降，表面上看是房貸減少了，本質上反映的是整個社會對於房地產未來預期發生了變化，是吧？房地產真正發生變化的不是價格，而是預期。如果大家普遍認為房價還會繼續下跌，即首付比例進一步降低，房貸利率進一步下降，也很難重新激發居民貸款買房的意願。哎，馬國元終於啊，這明白了是吧？因為沒有人願意今天買房，明天資產繼續縮水。房地產市場真正恢復，不僅需要房價止跌，更需要預期止跌。只有當市場形成房價基本穩定，甚至溫和上漲的預期以後啊，居民貸款需求才可能局部恢復，房地產市場才能真正進入新的良性循環。那這個你怎麼做到呢？實際上他在後面說啊。那現在實際上我們央行每月公布的啊那個貸款還是在增加的，總的貸款在增加，我們居民中長期還有短期貸款都在下降。那誰把貸款背走了？就是總的貸款是在增加，我們老百姓居民的不管是短期的還是中長期貸款都在減少，那肯定有人在增加。那是誰呢？就是企業和政府。
企業在增加，政府也在增加他们的贷款。说马官员说啊，从这几年信贷结构变化可以看出，过去居民部门，特別是房地產按揭貸款是新增信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現在越來越多的新增信貸流向企業部門，流向製造業，流向基礎設施，基礎設施不就是國家對吧？政府在貸款嗎？流向科技創新，流向 AI 以及其他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意味着中國信用正在發生一場歷史性的遷移。但是一個新的問題隨之出現，很多人認為房地產的貸款減少了，把錢投向製造業，投向 AI 不是更好嗎？方向當然沒有問題，但是房地產和製造業 AI 最大的區別並不僅僅是誰更先進，而是他們創造居民收入，帶動消費，形成信用循環的機制完全不同。這個道理比較簡單啊，房地產漲價是跟我們每個人有關係。我們的買了房的人，你的賬面資產就增加了，你感受就好一點，是吧？但是這個企業貸款、國家政府的貸款多了，跟我們沒有直接關係，它還需要通過投下去變成利潤，然後再給你工資漲那麼一點，對吧？政府那邊投下去還得有效益，有效益才會變成一個公共的服務，便宜一點，對吧？對大家的這個社會保障稍微多一點，那個還建立在他要賺錢的基礎上，他要不賺錢，那投下去，對吧？那還是個大麻煩呢。所以房地產這個信用擴張和這個企業還有政府的信用擴張，它是兩碼事。雖然都是擴張，都是貸款增加啊，是吧？都是信用擴張，但是啊，不是一碼事。這是馬官員說的啊。房地產高速發展的時候，一套房子從拿地建設到交付，涉及建築、鋼鐵、水泥、玻璃、家電、家具、裝修、物流中介等幾十個行業，能夠帶動大量就業，也能夠形成比較廣泛的居民收入。而 AI 高科技屬於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創造的財富更容易向頭部企業、核心技術人員以及資本集中，這是全球的規律。美國也是，中國也是。AI 企業市值不斷創新高，但普通居民收入增長沒有同步改善，收入 K 型分化更加明顯。也就是說啊 ，AI 創造了大量財富，但財富並不一定同步轉化為大多數居民的收入。非但如此，由於 AI 導致失業壓力，對居民未來的收入預期又造成了更大的負面影響。這就是 K 型發展啊 ，K 型發展那條腿還在吸向下出溜的這條腿的血。更值得思考的問題還在後面。居民中長期貸款下降對中國經濟真正的影響，並不僅僅是房地產賣的少了，也不僅僅是房貸貸少了，而是過去房地產驅動信用擴張的模式正在發生改變。過去開發商一拿地，居民一按揭，銀行的信用就創造出來了。現在這部分信用創造沒有了，居民按揭沒了，開發商也不大量拿地開發了，信用主要流向製造業，流向 AI， 流向高科技，流向基建。表面上看，信用總量還在減少，還在增加，但信用最終只有轉化為居民收入，才能轉化為消費。消費恢復以後，企業才會增加投資，房地產市場才能進入良性循環。如果新增信用始終停留在投資端，沒有進入居民部門，那麼居民資產負債表就很難真正修復。這才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關鍵問題。你看看馬官員今天啊明白了，是不是？我當時那個《求是》雜誌一說，一出文章我就說了，你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你對吧，並不必然通過房價上漲，而是要可以通過增加牛馬韭菜的現金流啊，你給他漲工資啊，提高他收入啊。牛馬韭菜為什麼深陷困境？是因為他現金流斷了，不是他資產負債表，看上去好像不行。沒有關係，我舉個例子啊，一個碼農，他是800萬買的房子，最高點，對吧？按揭560萬，一個月還4萬的利息，按揭貸款。但是他在大廠上班，對吧？一個月工資7萬或6萬，年薪一個月80萬，一年80萬，或者他跟他夫妻倆吧，對吧？這個不用管，家庭收入有這麼多，所以，他每個月還按揭貸款，他好得很。然後房價從800萬跌到了500萬，他沒有感覺，他就是心裡不舒服。只要他工作在，他依然會還按揭貸款，他日子依然照常過，對吧？孩子該上學上學，孩子該上輔導班上輔導班，因為他的收入沒有變，他那個少了300萬或者少了4萬，只是賬面少了啊，心裡不舒服，他生活沒有影響。真正影響的生活是什麼？是他失業了。
一旦失業完了，雙重打擊，对吧？想把那房子賣掉，那房子已经貶值了，只有400萬了。你不賣的房子，你每個月還按揭貸款4萬，你要還，你沒有收入。所以說，真正對什麼資產負債表，對這個牛馬打擊的是他失業，是收入下降。所以你這些經濟學家分析不能亂分析，對吧？你抓不住主要矛盾。哎，現在明白了，对吧？那個馬官员現在也明白了。我在好幾年前就說了，对吧？你聊房價，你不聊收入，光聊房價，那就是耍流氓啊！你只聊房價，不聊牛馬韭菜的收入，那就是在耍流氓，对吧？房價你要跟收入匹配，那它該漲就漲，該跌就跌。牛馬的收入沒漲，還在降，然後你老說房價漲，牛馬對吧？現在已經失業了，那個現金流斷了。馬官员現在明白了啊，說資產負債表的修復要提高牛馬的收入，对吧？你把那些投資轉成牛馬的收入，通過這個來修復資產負債表。哎，牛馬收入一穩住，他的房子就保住了，房子一保住，他就不用拍賣，不用拍賣，那就慢慢修復，对吧？直到房價和收入相匹配的時候，它自然就停住了。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想办法解決牛馬收入下降的問題，解決牛馬的現金流，不能讓它暴雷。牛馬只要它現金流不斷不暴雷，他那房子他不會賣，他老老實實還按揭貸款，對吧？哪怕那房子已經腰斬了他還會還。這個馬官員說他已經看明白了他說大量新增貸款從房地產轉向製造業、AI 和其他新興產業，但是這些新增信貸並沒有完全同步轉化為居民收入，就是牛馬的收入，對不對？特別是 AI 高科技產業在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也表現出了比較明顯的 K 型分化。一方面，頭部企業、核心技術人員和資本獲得了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普通勞動者收入改善有限。如果這種收入分化繼續擴大，居民收入預期就很難真正改善，消費恢復也就會受到影響，居民資產負債表修復的速度自然會放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發展 AI 不對，投向高科技不對，我的意思是在產業升級的同時，要更加注重收入分配，要注重財政的錢如何流向居民，更多的投資於人，改善居民的收入預期。投資於人不是簡單的發錢，也不是簡單的搞福利主義，而是把更多的資源投入了養老、醫療、教育、社會保障、職業培訓的領域，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居民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你看看，終於馬官員開始正視牛馬韭菜的收入了，對不對？你老是談房價漲跌，房價有沒有穩住？你對那個牛馬韭菜收入視而不見，避而不談，這怎麼算得上是經濟學家呢？馬官員說很多居民今年不敢消費不敢買房，並不僅僅是因為收入不夠，更重要的是擔心未來。如果社會保障不斷完善，居民未來支出不確定性下降，居民對未來更有信心，消費自然會恢復，住房需求也会更加穩定。所以未來中國信用大遷移不僅僅是資金從房地產流向製造業，流向 AI， 更重要的是新增信用，最終要更多的轉化為居民收入。這個才說到重點了吧？馬官員終於這幾個月以後才領悟過來我不是專業的但是咱也整得明白，是吧？資產負債表怕什麼呢？衰退就衰退唄，那就是沾面，对不对？你只要讓大家這個收入不降，資產負債表隨便他怎麼衰退。資產負債表衰退對那些炒房的人不友好，因為他們當初買房的理由是房子要漲價，他把房子賣掉賺錢，而絕大部分牛馬都是剛需，对吧？都就那麼一套房，他是被逼買的。當年8萬一平買的時候，他正好趕上了，对不对？但是那時候他的收入是夠的人家对吧，在大廠上班是夠的，哪知道現在裁員了，对吧？35歲、40歲把裁掉了，找不到工作，所以他才暴雷那你現在怎麼樣提高收入，對吧？這是最核心的問題。他說未來信用可以首先流向先進製造業，流向科技創新，流向 AI 等代表未來的新產業，這是產業升級的方向。但新增信用不能停留在投資端，而必須通過財政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減少不必要的投資，你就無效投資，對吧？低效投資，沒有收益的投資，投資比不合適的投資都要減少。然後呢，更多的轉化為居民的收入、居民消費，
只有這樣，居民資產負債表才能真正修復，消費才能持續恢復，房地產市場才能真正進入良性循環，中國經濟才能建立房地產時代之後的新的增長模式。馬官員最後得出個結論啊，未來中國經濟最大的挑戰不是創造更多信用，而是讓每一筆新增信用最終都能轉化為居民收入、消費和居民的信心。這是馬官員啊一次認識的提升呢啊。終於馬官員不再聊什麼啊，北京上海穩住了，一線城市穩住了，開始聊居民收入了，對不对？哎，這就是馬官员一次蜕變，是吧？脫離了韭菜收入談房價，那就是在吹泡泡，那就是在制造泡泡，制造泡泡遲早是要破滅的。房價沒有絕對的高低啊，房價只有跟收入一比較，对吧？相比而言，顯得高还是显得低。当我们每个人均收入是8万的时候，那你房價漲到30萬沒毛病啊。當我們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的時候，你房價4、5萬，那誰買得起呢？是不是這道理啊？你房價還得跌啊。這是第一個啊，這是收入導致的。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的供求關係。供求關係就是說，你現在房子是不是已經多了？相對於人口來說，是不是多了？多了你還得降，這是供求關係決定的。今天啊，這個財經雜誌看到一篇報道，叫平均每天減少22所小學會帶來什麼變化？你看看，這是財經啊雜誌報道的，說在湖南長沙市一所重點小學門口，4月張貼的2020年新生招生公告至今未接。這所往年的熱門學校2020年只招了5個班，附近的另一所重點小學甚至只招了3個班，隔壁的非重點小學更只招滿1個班。昔日一位難求的火爆場面不在，小學招生壓力已是普遍趨勢。別的不說了，你就這個，你說這小學的這附近的學區房，你還能穩得住嗎？還能穩得住嗎？這都是重點小學啊，附近的學區房泡沫就破了吧？這是長沙重點小學啊。2026年7月。教育部公布202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國普通小學較上年減少8000所，日均關閉22所；幼兒園減少2.14萬所，日均關停60所。兩項合計，全年合計減少近3萬所。這一趨勢已持續數年，小學數量自2020年起連續6年下降，5年累計減少3.4萬所，幼兒園數量在2022年達到29萬所峰值後，3年間減少6萬所，在園幼兒從2020年的4818萬降至2025年的3226萬，降幅超過30%。少子化影響從學前教育延伸至義務教育階段，那麼反映到我們房地產這塊學區房啊，這個大雷就要爆了。對吧？所有學區房溢價的部分、泡沫部分，後面全部要去掉。這個恐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啊。所以未來2、3年啊、3、5年的一線城市，所有這個學區房還要積水分。首先第一個，對吧？你看孩子就少了，你說怎麼辦？對吧？這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第二個呢？第二，咱們一直說家長的觀念在變，是吧？這家長現在不想這個叫雞娃了，雞了也沒用。把孩子激出毛病出來了，完了之後你就玩命激他出來之後還是送外賣，何苦呢？關鍵的關鍵啊，說這一趨勢尚未見底。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楚朝輝對財經表示他說出生人口持續走低，幼兒園數量會進一步減少。據益陽教育研究院人口變遷與學前教育發展課題組預測說，按當前出生人口預測趨勢2027年到2030年，在園幼兒將降至2500萬人左右，不足2020年峰值一半。什麼意思？到2030年到時候幼兒園的小孩不到2020年的一半，那麼這些小孩再過個3年不就上小學嗎？這又要搞學區房，是不是？那也就是從最高點已經對學區房的需求會降一半。就這麼簡單算就完了，對不對？壓力正由學前教育向小學階段傳導。2025年全國普通小學12.83萬所，
較上年減少8000所，降幅為近5年之最，也就是下降速度在加快啊。在校小学生啊是10178万人，就是啊1个億吧，较上年減少406萬，這整個的小學啊1到6年級招生1461萬，同比減少155萬，降幅10%。小學招生下行直接對應出生人口的減少。2016年到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推高出生人口至1786萬、1723萬，此後連續下滑。2025年降至871萬。2016年到2017年出生的兒童，在2022年至2023年集中入學，將小學招生人數推至2023年1878萬的峰值，此後2年回落400萬。你看啊，也就是2023年啊，由於受那個二胎政策影響，這些孩子啊，正好在2023年上小學，所以創造了一個1878萬的一個高峰。那這個相對呢，是不就是學區房是不是需求增加？學區房需求增加就在2023年，從那以後一直往下走啊。2023、2024，這都是因為那個二胎政策導致的孩子，這一波孩子多了，但是後面這孩子就逐年在下降，明白了吧？所以這個趨勢啊就會影響學區房。“十五五”期間，小學入學人數將維持下滑趨勢。2026年是1234萬，2029年是928萬，較2023年峰值減少一半。好了，2029年比2023年減少一半，就是上小學的啊。那你說學區房怎麼扛，對吧？這個大數大家也記住了啊。所以，如果你還是，對吧，以小孩上學為理由的去買學區房，完了那個買老婆小，然後那個價格比較高的話，你這個還要承受啊損失啊。那這個人口，對吧？小學生，從這個趨勢我們也看到未來這個樓市的一個大概走向。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說很多人低估了30年房貸的殺傷力。他是以本人親歷啊所寫的。他說我的故事啊是高位站崗，利息翻倍。為什麼呢？他說啊，有期徒刑最高25年，而房貸卻是30年。說一個是刑法，一個是安家，區別在於啊，蹲監獄管吃管住，還房貸你得拼命工作，還得掙雙份，一份還本金，一份還利息。他說2020年啊，深圳樓市正熱，我在一片再不買就永遠上不了車的恐慌聲中上了車。那個時候很多買房的都這樣啊，擔心，對吧？再也買不起了，那房價天天飆升了。很多中介當年說啊，深圳房子永遠漲，現在不買明天就買不起了，過2年回頭看這價格就是白菜價。他說我當然是信了，可是如今啊，我的房子已經跌了100萬，不僅房價高位站崗，利息也是如此。儘管利息從5.2%降到了3字頭，但吃進了黑利啊。他說我來給你算一算30年房貸的殺傷力。他說我早買5年，多花了232萬。為了方便計算，他說假設啊，某人和我一樣在20年買了一套房，價格都是300萬。他說第一種可能啊，他說2020年高位上車，總價300萬，首付90萬，貸款210萬，利率5.2%，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啊。30年等額本息，月供11530元，30年的總利息205萬，總還款415萬，加首付90萬。那你買的這套房一共要花505萬，就是300萬的房子，實際上你花了505萬啊。為什麼呢？因為利息是205萬呢，你貸款210萬，利息205萬，這不我一直說嘛，你30年的貸款就實際上本金和利息差不多啊，不要那麼這個糾結，反正你就這麼想就對了。你貸100萬，實際上30年下來你利息差不多也是100萬，少也少不了多少啊。好，他說如果你2026年30%首付買入，他說房子26年跌了30%，也是210萬，首付63萬，貸款147萬，利率3.05%，月供6240元。同樣的一套房子啊，同樣一套房子，30年總利息是77萬，
總還款224萬，加首付63萬，總成本287万。同樣一套房子，你早買6年，你多花了218万，你就当时是505万嘛。现在你買的话，還是貸款买啊，你只要花287万，那房子只跌了30%啊。但是你早买了6年，你就要多花218万，也差不多多花1倍的钱。这账不算不明白，一算你就明白了啊。为什麼韭菜牛馬總是吃虧啊？這還算你付15%的首付啊，是吧？假如首付不變，你6年前你拿90萬付的首付，6年後還是付90萬的首付，那麼買210萬的房子，首付90萬，你貸款只有120萬，利率3.05%，月供那只有5000塊，然後30年總利息只有63萬，總還款183萬，加首付90萬，總成本只有273萬，你比你2020年買呢要少232万。這就是為什麼越往後，對吧？買房越占便宜的原因啊，越等越香的原因啊。他說啊，作者反應過來了，他說這就是槓桿，漲的時候讓你財富翻倍，跌的時候讓你萬劫不復。房價跌了80萬，但加上多付的利息和多掏的首付，實際損失是房價跌幅的2倍還不止，對吧？這裡外一算賬啊，這就是你褲衩子都賠掉了。那最後作者得出個結論啊，說提前還貸是唯一的解藥。算完賬怎麼辦呢？斷供割肉都不是，答案是提前還貸，越早越好。第一，你找不到任何理財跑贏5.2%的利率啊。2026年了，打開手機銀行一看，定期存款1字頭，理財2字頭還不保本，基金股票不虧就是贏。你拿着不到2%的收益，交着5.2%的利息，中間是息差，是你用來自己錢給銀行打工。這個2021年恆大一暴雷我就說過了啊。2021年恆大一暴雷，我就天天建議大家趕緊把理財拿回來，對吧？把自己的貸款先全部還掉，無腦還，是吧？我那個時候就說，我就特別不理解，好多人把手上放着30-40萬錢放在手上，存在銀行或者放在手上啊，完了之後那邊還帶着銀行的款，每個月還按揭，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個行為啊，理解不了。但是當時就很多人就這麼幹，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啊，說明當時的大家心氣比較高，覺得未來能賺到錢，這30萬算什麼呢？50萬算什麼呢？他都沒想着去先還按揭貸款。他認為手上有點錢以後，哪兒什麼對吧？紅綠市場突然漲了，殺進去賺一把。哪地方什麼做什麼生意，買那個小黃魚，買了之後一賣，是吧？他是那個30-40萬或者40-50萬，那手頭那錢是激動，什麼賺錢用的，實際上都是想多了啊，想多了。所以我在恆大一暴雷以後，天天不厭其煩的說，对吧？趕緊還按揭貸款，現在再去還的，多多少少就有點那個叫後知後覺了。但是啊，後知後覺也不要緊，對吧？總比那些執迷不悟的要強。你看看經濟學家馬關元也後知後覺，但是總好過這個執迷不悟啊。終於認識到的吧，要光明正大的喊出來，要提高牛馬韭菜的收入，才是解決這些困境的正道啊。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